今年耶穌咧就感恩嘅就接近17000人出席啦。咁少咗㗎個人數，原因係咩咧？原來咧就7月初咧有一個牽涉到香港嘅中學嘅考試，即係嗰個評核試。咁所以中學就冇同佢宣傳。反而今年好奇怪嚇，即係50蚊飛去唔到啊，即係平價飛去唔到，貴價飛去到。咁但係咧就3場聚會裏邊咧，決志人數咧就比以往高咗，因為即係參與人數少咗，參與人數少咗，但係決志人數同舊年差唔多，即係仲有1000。咁你見到當中都好多感人嘅古仔啦，例如話有啲人話俾我知有一個人好心硬嘅，好難信主嘅，咁就今次決咗志。咁有一個話去咗10幾年佈道會都唔決志，今次決咗志。呢啲都未最感人，最感人就係有一對夫婦咧入嚟決志，決咗志之後咧關係復和，即係嗰兩個關係差啲要離婚，關係復和。咁又有啲咧一家4口入咗嚟決志嘅。咁最後嗰場咧就哇！我大部分即係同工都感動到不得了啦，就成30個啦，即係着住校服嘅學生咧，衝咗落嚟決志信主啊！哇！你真係即係嗱咁辛苦，同埋我哋咧即係無論經濟壓力又咁大，又俾人鬧，又俾人批評啦等等咧，我覺得仍然有好多人好熱心傳福音，呢個係俾我哋好大鼓勵。咁同埋最大鼓勵就係你見到啲人湧落嚟信主嗰刻咧，我覺得已經夠。咁所以有好多人話對大型佈道會咧，即係好多負面嘅評價，就話大型佈道會唔係有效嘅方法啦，嗱，我喺度想我自己我覺得我最有資格講大型佈道會，因為我真係做緊啊，老友，你冇做喺度批評。嗱，當然我話你冇做可以批評㗎，咁你另一個角度。但我個睇法就係你單一議題講大型佈道會係咪最有果效？咁你贏晒嘅，贏晒嘅喎。因為喂，跟住我要問。咁大型佈道會以外仲有乜嘢係有果效？你講嚟聽下先。相對下你揾唔到另一個方法係更有效啊嘛！而家嗱，你除非你話喂大型佈道會是冇果效，我從數據裏邊睇到。咁但係我有一個更有果效㗎，話俾你聽，嗰個不如做嗰個啊。咁我覺得呢個比較有意思啲，因為你咁樣單研究係冇意義嘅，我覺得。因為而家教會唔係要睇大型佈道會有冇果效，我要睇有咩方法有果效啊嘛。在教會嚟講，咁你扮死一個，跟住仲有冇第二個？冇，有冇嘅時候，跟住大家點咧？嗱，但係又忽略咗，我覺得呢一種評估咧，又陷咗個危機，就用咗出邊一啲嘅商界嘅數字咧，即係嘅數字遊戲咧去評估，即係話你睇下花咗幾多錢，有幾多人嚟，跟住剩低幾多人翻教會咧咁嗱，商界都唔會咁睇嘢啦，商界反而倒翻轉嗱，我覺得呢啲評論啲人咧，佢唔係做生意嘅。你諗下，如果我有14000人嚟，有1000人信咗主啊，咁落到教會得10個啫，咁我有條 formula 喎，即係話如果要100個咧，你咪做翻轉頭乘咯條數，你更加努力做多10倍，咁就100個落到教會啦。如果你唔做咧，連嗰10個都冇。咁個情況就係咁啫嘛。喂，你永遠唔會睇就話，你睇下咁多人嚟，得咁多人信主，得咁少人翻到教會，你花咁多錢，你揾到條 formula，任何做生意人最開心就係咁啊！我揾到啦嘛呢條 formula，喂就應該努力去做啦，就反而唔係話冇效啊，所以唔做。喂，呢個結論係奇怪啊，我覺得係完全奇怪，更加冇聖經支持。耶穌話一個人喺地上決志，天上天使都即係歡呼拍掌。你唔可以用一個數字去定咗個佈道會係有冇價值啊？如果咁咧，咪一個商界，你成日話我哋教會世俗化嘅評論大型佈道會嘅，佢本身已經世俗化咗啊。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即係嗱講真啦，你個種子落咗去咧，佢即係呢個亦都係聖經教導嚟嘅。即係個種子落咗去佢個心裏面，幾時會發芽生長嘅時候咧，唔到我哋控制啦。唔到我哋控制啦。有啲可能叫做翻，有啲最叫做最有效嘅就即刻翻教會啦咁樣。有啲可能咧佢出咗嚟決志，但係冇即刻翻教會。有啲可能咧佢冇出嚟。但係嗰個信息就已經入咗佢個心嗰度啦。咁呢啲咧都好難咧，你其實係好難用亦都好難用商業世界嗰種嘅即係可以見得出嘅果效咧，係可以決定。因為嗱，你頭先我嗰種講到一啲嘅見證，就有啲去咗10幾年佈道會，今次決志嗱，所以個功勞唔喺耶穌嗰度，係反而你不斷都去叫呢個人嚟，你唔知叫到邊次去信耶穌嘅喎，唔知啊。咁有一次中就得㗎啦，呢個最緊要係咁樣。但係你話喂唔係冇效，你睇打咗10幾次啦，10幾年㗎啦已經。咁所以佈道會對佢嚟講冇乜用嘅啫。咁你如果咁樣睇咧，咁你就唔帶佢最後一次，反而嗰次去決志，咁你點計數咧？個情況就咁樣。哇！不過咧，今年真係要講啦，林宇樂講咗咁多年呢個咁嘅係咪叫耶穌啊？你而家係咪叫耶穌？係啦。
哇！今年啊，我話你嘅定題定得好，係因為不知所謂。最對題啦，唉，今次你最對題啦，不嬲咧，林志樂咧次次咧講完咧就打我點啊？今年點啊？今年點啊？神蹟咯，又見到，今年唔打俾我，我已經度咗呢句説話俾佢，佢竟然唔打俾我，因為我知佢答案係一樣，所以費事再聽埋啲咁不知所謂嘅答案。點解知原來佢今次嘅答案就話：哇！真係你對題啊！你嗰個內容絕對對題，就係不知所謂。